我對呢間學校非常之失望。將個學生唔俾佢離開嘅時候，呢個係侵犯人身自由，侵犯咗我哋嘅侵權嘅行為，係構成一個非法禁錮。徹底去捍衛大學嘅價值。從表證上高，我覺得係有一個表面嘅證據咯。據佢了解，學生想入去禁區，保安員勸停佢哋。去呢個樓梯嗰度咧，其實我哋嘅同事咧都勸喻佢咧用翻嗰條樓梯咧就離開嘅。事實上咧，港大嘅保安人員包括管理人員咧，曾經多次要求呢3名男子咧從後樓梯嘅防煙門嘅通道離開嘅。咁有關人士呢，就並無理會，並且咧係用粗口咧係辱罵在場嘅警員。我嘅感受係好嬲。點解？因為佢講咗一啲據我理解唔係一啲事實嘅同事實不符嘅資料咯。譬如話我哋辱罵警方呢啲係唔存在嘅喎。咁如果喺大家喺見到個報告書入邊呢，我哋睇到就係學生入到去嗰個後樓梯入邊嘅時候呢，個行為係相當具挑釁性嘅。咁唔單止李成康本身係多次問過警方，咁樣係咪構成非法禁錮？我哋亦都見到李成康係用佢嘅手機係擺到警察嘅面前去影警察嘅相。當警方係完全冇出聲，亦都冇作任何行動嘅時候呢，係啲學生係曾經問過警方做咩唔出聲啊？扮學警紅心啊！而家我感到我係俾人侮辱緊，甚至係暴力去打壓同學嘅自由表達聲音。學生會喺呢度予以強烈嘅譴責。咁跟住係話影塊面唔好玩喎，不如影佢哋啲 number 啦。咁於是佢哋就將個手機呢，就唔係擺到警察塊面度，而係去影佢哋啲 number。咁然之後跟住亦都有學生話呢，係呢班警察呢，就冇西區嗰班咁好樣。呢班警察呢，個樣整個西區班警察啊，警民關係組個個都係咁樣衰，唔夠上次旺角咁好樣。譬如話我哋辱罵警方呢啲係唔存在嘅喎。我哋睇到呢啲行為呢，係同學生話佢哋當時好驚到會俾人打，唔敢行出去呢，係有好大嘅落差喺入邊嘅。徹底去令到呢間學校係真正成為一個自由嘅學校。原因我作為一個普通嘅學生，我行呢一條路，但係我都唔可以去行。我2年嚟，我喺呢度生活咗2年，我好多時都會行呢條路。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旭啟亦都去到港大視察警方嘅行動。香港大學係喺中國國土上邊一個嘅國際大學。